上。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出来对5个啦。是，来甲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过5关秒奖金上侪35000，互你炸登去哦！加油加油啦！好，今仔介绍咱2队来宾，我这边先。啊，你这边先。哦，喜事连连喜事连连上喜事啦！上喜，哎呦，求婚哦，讲成功啊啦！啊，你第二喜一定就是有啊嘛。啊袂，袂哦，另外一喜啥呐？节目就奖啊！哦，大喜事啊！咱今日都带着啥？正能量来啊！咱的男神啊，我的金蕉。欢迎。金蕉今日小朋友做回来。啊，介绍咱的爱妻啦。大家好，我是 Timmy。对。是，你好 ，Timmy，你好，好来，我刷了起来。这拢我的 partner，这3个拢是，阮兜咧装潢吼，因交我足大的帮忙，阮遮沙汤拢因兜。哎呦，好介绍，大家食饭，定开讲。好来，赞。大家好，我是 Tiara。是。大家好，我是上恒，上恒哦，来，欢迎。啊你，大家好，我是小秋，小秋袂歹哦。啊，会使看那个啊，看什么？哦，赞。好，欢迎，好来换你。哦，这边是正能量男神对吧？冇对。阮这边是女神，而且是足大腕的女神团哦。欢迎咱超级女神团，咱对你有所心流。你好，哎呀，女神，哎，你好，听讲高雄人，台语不哩啊赞，在地高雄人，我今仔日为着要组一队哦，好竞争做激烈的，真的吗？因为大家听到要甲我上节目，嘿，这个臭查甫拢要来，我讲袂使，阮今仔日一定爱胖胖的做囡仔，而且阮遮内底拢做厉害哦，会唱会跳，佮有拍迄个写真集的，啊，佮有台湾小姐，等下来甲恁介绍一下，好来先介绍一个。来，阮的台湾小姐，大家好，我是台湾小姐，嘛是中文甲英文的主持人，今嘛有家己的 YouTube 频道，大家会当叫我就有意思的 Joyce。哎呀，Joyce 啊，赞，欢迎 Joyce 哦。赞哦，台湾小姐，不简单。边啊嘞？嗨，大家好，我是雅雅，啊，我就是迄个出单曲歌出写真的人。哎呦，厉害！我是正港的婚龄人，啊，我逐工我爱甲我阿妈讲2点钟的电话，所以我台语应该还 OK 啊。好，欢迎啊！好来，我刷起来。大家好，我是小叶，我嘛是高雄人。是。啊，我甲拉拉是以前跳舞的同事。是，欢迎。好来，我刷起来。大家好，我是 Lily， 啊，我家己开公关公司，啊，我是同人，啊，我进前差不多10年前吧，是同鼓山咧歌手台语的歌手比赛冠军。哇！真假来呢？看到拢看袂出来哦。对啊，而且台语一个比一个较老。嘿，啊嘛是经纪人呢。听讲这边有队伍啦，恁这边有无？拍摄要开始，当然嘛，一定要来对好甲对出来，来。金蕉，加跑，大家拢跑，哈！伊讲大家拢跑哦，赞哦，真好，好，刷来去换恁的跑来，女神的队伍准备来，超级女神团啊，跑到够追，这就是查甫囡仔较济，啊，甲咱查某囡仔吼，无共款的迄落啊吼，加油啦！嘿啦，无共款，因女神团，咱进香团哦。不要紧，拢有保庇。好，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是，今日欢迎咱的单宏伟单老师，捧场欢迎。做伙讲台语，全家有福气。今日哦，新年有保庇，咱大家嘛拢有福气啦。好，今日咱的第1回合哦，资格赛开始。我来讲，你来摇。家庭内底派出1个人来讲，另外4个人来摇，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嘿，我来讲。你来摇。是，要安怎讲，要安怎摇咧？哦，咱这回合吼就是两边拢有2分钟的时间。2分钟哦。派出1个人来。哦，看后边的题目是啥物？啊，用比的、用演的、用讲的，互家己的队员来摇，迄个正确的题目是啥？啊，咱即马2边无人，阮代替恁。来杨建，来杨一个哦，好来，好来，大家都就来做，哦，来，
来先哦。好来，金州这边来派出一个。哦，派队长。尽量讲哦，吼，咱就爱尽量一直讲，啊，你尽量讲，啊，你就尽量有，吼，来，你有2分钟的时间，请开始。过你，三个字，较早的时阵啊，无日头落山，爱用啥物物件？伊摕的是啥物？会当笑，足暗的。嘿，啥物？三个字，哦，看有啊。秋顶灯，手啥物？安尼，手电，秋电，啊，正确，过来。哦，三个字，电火条顶悬，足济徛喺遐。忙啊，不是三个字，啥物鸟啊？文教，不是，有5个啊，但是讲伊足细汉，但是5个拢有哦。迄叫啥物鸟？了解你要拍无？你要拍输无？要拍什么？好拍啦！来，中秋的时阵啊，要食物件，第二家的。一种水果，正确，来。空心的，一素果，唔是食肉，是食迄顾身体，唔是食肉。冇紧，有时阵嘛是爱食。安尼，空心的，迄叫啥物？咱就讲什么？拢摕去炒油嘛，迄啊，青色的啊。炒油肉嘛会使。嘿，空心菜，嘿，大意，啊，正确，水啊！来。好，我實在無迄個加恁這只講話啦，四個字啥物字？我無迄個。我無假的迄個，甲你俩543啦，嘿。Hello, I'm American。我無迄個。无一比个时间啊，正確，過來。演技拢出來。查某吼，愛當表演，袂當做迄個啥物？花瓶。大意，回甘啦，啊，正確，過來。哦，清氣吼，會足暖和的，會足燒的。阿嬷攏會替你用的迄。用車的，嘿，寡人清的。用車的。刚阿妈哦，幾領？不是幾領的。嘿，用嗰度啊，你起來有空的，足濟空的。毛膏的，毛膏的。這是褲，啊，這是啥？啊，正確，來。哦，這7個字哦，李毅的某是叫啥？李毅的某。 6月6月茉莉，6月茉莉。6月另外一種。嘿，6月安怎？7個字。 6月什麼？6月安怎？有一種，對，上尾你是心，嘿，啊，伊講的甲伊做的攏無共款。上尾5秒哦。哦，你足水的。哪有？3。啊，有一個是金，內面有一個金，另外一邊。你曉無？啊，你無法度啊啦。安尼無法度啊，真牛啊啦，了緊，來，請坐。來，唔過已經真牛啊。係啊。係啊，係啊。來，看一下分數。嘿，咱這回下面得到6分咯，6分袂歹哦。嘿，拄啊吼，要求攏真好，就是無夠速度無夠對啦，啊，毋過內面嘛是有念法是唔對的哦，因為這邊攏較細聲。好，咱來聽老師解說一下哈，來老師。拄則迄個講日頭，你應該是講無迄個還未發明電火的時陣嘛吼，對啊，是伊的意思啦吼。啊，伊是手電啊嘛吼，啊，迄個徛佇個迄個電報條，還是講電線頂面的，迄是迄個觸礁啊，還是講切礁啊，觸角礁，吼對。 袂使講麻雀哦，吼。對啊，拄則上尾迄就是6月掛菜皆有心啦，啊是因為掛菜攏是愛到較寒的時陣，才真正會即個成熟嘛吼。嘿，啊所以6月其實就是要拍的對吼。啊所以講用安尼來譬如講，迄個人做無心，還是講干來要做表面的功夫安尼意思嘿。好，來。 咱即馬攏拄好有看到，看阿拉表吼，來換一組哦，來，加油哦！加油！來，是，你有2分鐘的時間，請開始。 2個字，一個查甫好看，走音啊流嘴喏。地高，健康哦。 3個，細漢時陣阿婆攏會剎車去迄落行的一種迄落會當食的，啊，迄物件像有哆啦 A 夢，閣有迄個手槍。 一粒，來，3個，有一種糖的杯，啊，尻川會發光。我第一就好2個字，五官有人喺想你倒位的唱。來，啊，2個字，迄個，2個字，要掠迄個骨骨的物件，骨來骨去倒。哦，真緊。3個，要做冰的時陣，攏用啥物去？啊，唔是他們啊，咱查某囡仔，要用
QQ 的时阵，树林，哎，啊，有人讲着，搁讲着，啊，正确，来，三一就是安那食拢巴肚疼，安那食拢都想要食的哦，啊，巴肚枵，巴肚枵。哎，迄是头一字。安那食，搁都想要食物件，腰贵。哦，拍输拍输，来，五个一，哎，这个查甫是渣男啊，这吼安尼，啊这一直安尼，卡两条船，卡两条船，唔是卡，后另外一种讲法，卡达，相卡达相啊，正确，哦，两个字，12生秀的第一个，气，尿气，哦，正确，哦，啊，搁有一个三一的妹，一个查甫，拢叫老什么？老不休，不是跟老伙仔，老饭店，不要讲台语，为大陆同齐过来，咱拢讲伊是，老啊，健康，哎，这三一无好哦，就是一个，拄啊死了，拄啊死了的时阵爱做才能回来。健康，有厉害，有厉害，切，哎，真好，真好，来，哦。你真紧张，表示讲因平常时啊吼，拢真正有伫开讲，对，吼，而且拢讲甲足生活的物件拢讲着，是，无唔对。好，来，咱先看一个分数。好，咱今麦得到的是10分。好，拄啊，有诶可能讲了较无正确，咱请老师来解说啊。嘛有拍输的，无唔对，好，来老师。其实真牛啦吼，差不多拢对。啊，干那迄个小可特别讲出来，啊，毋过这较歹解说啦吼，就是迄3字的啊，讲安那迄个食无道理咧花安尼啦，吼啊，所以就是腰啊叉，把啊叉，腰把叉安尼啦。哦。食无道理咧花安尼。嘿，嘿，这无简单有影吼。对啊，其实拄则大部分拢有讲着嘛，只是讲当然有我字，伊可能有一寡腔口差啦吼。是。像猪哥的猪，吼，有的人。大部分讲猪啊，毋过嘛有人讲猪啦、猪啊，吼，所以猪哥，吼，这是腔口差啦，吼。对啊，是火金菇嘛有腔口差，因为火有人讲火，有人讲好，吼，所以这有一寡是有腔口差。啊，电头毛、电头毛拢有人讲，嘿，用电的无毋对吼，嘿，啊，讲了真好，嘿，真正真牛。哦，谢谢老师。是少年啊，会当安尼又较想也无简单。好，咱先来看一下分数，咱看咱这边的，嘿，男神得到6分。嘿，啊那咱这边的女神团呢？女神得到10分。嘿，所以得到5000块咯。好，咱继续搁进落去哦，吼，今来去咱第2回合，手弹订购机。手弹订购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弹，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大家安怎讲？哎，来，大家做伙讲吼。是，今日啥要讲？哦，恁2边10个拢爱讲，加油！哦，今日是咱Kevin来讲。Kevin那边，啊，咱阿嬷的查某孙啊，是，哎，啊，你平常时啊，阿嬷有对你行这道有感觉好还是歹？有甲你鼓励哦无？伊就欢喜的，因为看到我就是艺人的朋友，伊拢在电视上顶悬看到，啊，即摆我变我的朋友，拢足欢喜的，啊，而且我朋友嘛拢足好，拢甲我阿嬷打招呼啊。哦，爱写字，对，阿嬷很爱看那个8点档。啊，我嘛小啊一个疑问，啊，拍迄个写信有无？阿嬷看过无？阿嬷讲。你即马水，哎呦，阿嬷才好，这赞。咱即马就是吼，其实拢爱大有一种观念，因为这囡仔吼，有当时啊，因为咱这代吼拢较保守，嘿，所以讲希望这囡仔吼，会当趁你健康的时阵吼，嘿，身体搁少年的时阵，水吼大家看到，所以讲阿嬷真赞成，咱都爱学阿嬷的精神，咱嘛爱个赞成落。对啦，啊，毋过毋当收超过就好哦。对，吼，拄啊好，再个拄啊好。我阿嬷讲，我甲伊少年时阵就行。哦，意思是安尼。
还是要叫阿嬷来翕者。我跟你讲，你唔通讲无。我阿妈国标舞教练。哦，真正的哦。一心在就好，比我较好。希望大家吼，拢会心情吼，拢会甲阿嬷共款。吼，咱若有迄落啊，心嘛开啊呢。嘿，年岁厝的有迄老伙仔吼，咱放较开的。对。吼，囡仔去发挥。吼，是来，今麦咱要发挥哦。加油哦！手分手。嘿，听我讲，请手搭，咱得会当试哦。吼，好来，咱请出题。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美丽这个你啊，我是第8岁来 Kevin。您看嘛哦，我吼总算来到这个太鲁阁，吼，这个峡谷你看哦，够水的呢。啊，这个所在就是叫做燕子口。为什么叫做燕子口呢？因为吼以前吼，你叫就是足济食的燕子啦。我来到燕子口吼，一直讲燕子，啊，我结果唔知影燕子要安怎用台语讲呢？好，安尼我来问恁咯。燕子的台语到底是安怎讲呢？哎，请问一下，燕子的台语安怎讲呢？是燕子的台语安怎讲？请手搭阿妈的早孙仔来。燕妈嘛，我唔知。燕妈，我唔知呢。确定哦。确定吗？燕妈，好，你有想着你阿妈已经即马讲。你个拍。讲唔对，阿嬷会扒落去。你敢知影燕子的台语爱安怎讲呢？燕子的台语安怎讲？请手搭。来开。鸟啊，鸟啊！徛喺电火条顶悬嘛是鸟啊。飞应该是拢是鸟。系啊，嘛有分大细只哦。你确定吗？加油！演技，哦耶，NG，哦哟，NG，敢若袂歹哦。袂歹听哦，吼，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是不是 NG？唔对。不要紧，阿妈的早孙仔来。燕子燕妈嘛，我唔知。燕妈，确定吗？燕妈，燕。你有想着你阿妈已经即马讲啦？你个拍。你刚要猜，你唔知讲。所以燕妈，燕妈，嘿，好，我唔知呢。确定哦，确定吗？燕妈，好，确定。老师是不是燕妈？唔对。没有阿嬷拍卡出来。嘿，因为其咱拢喊你讲，来，咱听老师安怎讲吼。来，老师，可能大家会较少听到文言音啦吼，因为这个燕这字吼有文言音嘛有白话音啦吼。啊，鸟仔的部分爱用白话音来讲，啊，啥会较少听到文言音，因为做个人的名吼，可能一寡女性的名拢有字啦吼。嘿，啊，若是文言音是 n， 嘿，啊，毋过咱这个白话音是 e。啊，然后这个燕后边佫有啊的时阵哦，这个调较无共，叫做燕啊。燕啊，嘿，对，所以咱阿妈有说过啊，你真正阿妈会甲你拍卡车，嘿，对，叫做燕啊，吼，就是这个鸟的名呢，嘿，啊，因为较细只，所以咱加一个啊安尼，嘿，是，较少讲燕啊，燕啊，嘿，真简单，咱就知影，吼，不要紧，阿妈自己会甲你解说。我想讲，伊要甲阿嬷会参会一个。阿妈燕啊。好，不要紧，咱佫有后一题哦，吼，来，咱换人。啊，只会甲因提起一是，好来。咱这回合的奖金是1万哦，哦，爱加油哦，比5000较多哦，吼。哦，我踏去就对啊。对啦，加油哦！记得哦，手放在另个顶面哦。听我讲，请手搭咱才会当试哦，吼。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恁若来到燕子口吼，爱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吼，恁爱先去戴这个安全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太鲁阁这个所在吼，不是有石头会对面顶安尼落落来。所以吼，这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代志。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请问安全帽的台语安怎讲呢？来，请问安全帽的台语安怎讲呢？好，安全帽哦，来，咱请手答。哦，来 ，Nelly，安全帽啊，安全帽啊，安全帽啊。平常时都有咧戴啦哦。有啦，确定哦。来，老师是不是安全帽啊？对啊。恭喜哦！好，咱今日要分数加，恭喜。恭喜得到1分哦，赞。好，咱来听老
老师，来老师。好，拄则拄啊好，咱这位是叫做 Nelly 哦，Nelly 甲咱迄个美秀姐的腔无共啦吼，咱讲安全无啊，咱这边讲安全无啊，吼，这是无共腔，拢对，吼，迄个嘛有人这个毋免讲的啦吼，先对，嘿，嘛有人讲迄敢若既然是敢若作用的吼，规气甲合作铁无安尼啦吼，铁无，所以嘛有人安尼半讲笑讲迄铁无其实嘛毋是铁做的，是，大部分拢讲安全无还是安全无啊安尼，是，好，谢谢老师。你甲看有简单哦，足简单的嘛，足简单啦，莫紧张。是，咱个加油哦，好，咱今日换人。好，来，手跟个两个顶面。加油哦，加油哦！听讲车手台咱带当吃哦，哈。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即摆咱来到燕子港吼，就是要开始行这个隧道吼。这隧道吼有淡薄仔暗啦，所以你入去行咯吼，爱较细致的啦。好，安尼我要来做题目吼，就是这个物件啦吼。请问隧道的台语安怎讲呢？来，请问隧道的台语安怎讲呢？隧道哦，吼，的台语安怎讲？请抢答。哦，来，开始啊，开始啊，可以啊。哎，来，蹦康，蹦康，确定。稳诶。好，来，老师是不是蹦康？健康。哎呦，稳诶。好，来，分数。容易开始哦，得着奖。非常感恩。好，来，咱听老师解释。咱这一般有分较白话、甲较文言的讲法两种啦，吼。当然大部分拢讲较白话讲法，就是拄则讲的蹦空，吼。但是嘛，古早有一个较文言的讲法，就是迄两字的文言音叫做隧道，吼。所以隧道嘛是古早有人讲，吼。即马较无啊，毋过迄是文言音的读法，吼。口语一般也是讲蹦空。是，好，谢谢老师。哦，真好，真好，可以啊，加油！好，不要紧，咱今日换人。即马是咱台湾小姐甲咱的台湾人车啦。有。对。啊，身材拢共款，拢遮尔啊，悬拢遮尔啊，三条安尼，啊，拢足水的安尼啦。是，我来讲，咱台湾小姐较想也无好做。台湾小姐哦，恁行以前阮看的吼，迄台湾小姐就敢若咧行穿个迄落啊游泳衫的，安尼行安尼尔。结果恁拢爱去学迄落在艺哦。我家己进前有一个在艺是车铃。哦，迄个算是台湾最传统的一种在艺嘛，逐个小学时拢会学。我迄个时阵的车铃的是有车卡联合国去。车甲联合国，够厉害。是，因为咱爱去表演，是不是？迄足侪国家，差不多80几个国家，青蛙的代表。迄个时阵呢，因就看我讲，哎呦，车铃这个真趣味，伊就讲啊无，你敢咱甲阮表演一下。哦，嘛袂歹，甲这个物件哦，带去外国吼，互外国朋友看。系啊，阮开眼界。我是要问讲，你敢知影车铃台语安怎讲？我头只想足久的，但是想无。再问老师，咱来问老师。对，老师咧紧张，我想讲奇怪。老师袂紧张，老师拢知影。是，要问咱这个哦，Timmy 吼，Timmy 是做伙时阵无什么共款，还是讲有无共款，还是讲共款？我是感觉求完婚的马上变。隔天，迄个心情就趣味的，这是好啊，是歹啊？足好诶！哦哟，气毛是足好诶。查某囡仔拢爱分享，对啊。就是感觉粉红泡泡嘿，保护啊啦，嘿。是哦，真少你开始做人成功呢。系啊，其实伊讲的我嘛是啊，伊会偷偷甲我看，我嘛一直甲伊看，伊到底是我的啥？一直看啊，搁一直笑。无啊，偷偷啊笑。哎呦，亲像讲春的安尼哦，安尼哦，团是这个团队中的春风满面啊。无唔对，这就是要甲这少年人讲吼。你若有一天真正去用求婚，还是讲咱讲做男女朋友的时阵吼，你都爱甲这幸福的点吼记伫心肝内。哦，对，莫变质。是，安尼就袂变质啦。哈，是。好，来摕到幸福，手放喺另个顶。加油！哈，摕到分数，更加幸福。摕到无？咱才会当试哦。好，来，今日摕咱的幸福的分数。加油！好，来，咱请出题。可以观众朋友，恁看我后壁遮吼。好，这都是吼，这个大自然上伟大的这个创造啦吼。这吼就是陡峭，这吼应该是一般人来讲吼，安尼无法度
随便安尼用白吼，这非常的危险呢，真正是鬼斧神工呢。好，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请问陡峭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陡峭的台语安怎讲呢？是陡峭的台语哦，吼，陡峭哦，吼，来，咱请手答。好，来，真惊，真惊，惊，真惊。好，来，老师是不是真惊？健康。够厉害！太厉害！哦，来分数。哎，台湾笑这无简单，得到第2分哦。可以登去了，加油姐，可以加油姐。好，这有影确实也无简单。来，咱来问老师哦，来，老师。系啊，这就是讲有咧讲无咧讲的差别啦。是。迄山也是迄个路吼，啊，迄个坡安尼真行吼，安尼不管伊是几度啦吼，咱就是讲迄叫做行。嘿啊，当然若准讲个换较倒变的讲法，吼，咱会讲安那较平还是较平塔，吼，啊，所以就是行，足行吼，高压行，啊，这行咱爱注意的可能是迄个调的问题，咱拄仔拢无唔对啦吼，就是讲因为这个行这种调拄啊好，台语有华语无啦，啊，所以有时有可能若拄要学的人会感觉讲，这敢若无介好掠，啊，其实伊就是一个中长音，嘿，行安尼，好。讲了真好啦吼，好，谢谢老师。哎，对，老师要问一个树林。好，啊，咱即马古早吼，拢讲迄叫做风雷啦吼，因为迄有一种声，嘿，啊，所以讲，可比讲哦，你足够拍风雷，安尼会安尼讲，吼，你足够拍风雷，就很扯是吧？还是讲伊足够？足够拍，我以为很扯。哦，你足够拍哦。啊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吼，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嘿，敢若是用 Q 的嘛吼，啊，所以嘛有人讲是 Q 空情啊，吼，敢若时钟的钟迄个钟吼，有人用讲 Q 空情啊，安尼来讲嘛，另外一种讲法，嘿，啊，风雷是较传统啦，风雷，拍风雷，安尼就真好听。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真好。哎，咱这边加油哦，加油哦，哦，较拼哦。好，来，咱今日换人。是，即马两位的队长拢来啊！加油啊！而且哦，队长因拢足正能量的啦。系啊。是，啊，就像咱那落啊，拉，嘿，拉吼，共款。伊是一个伟大母亲，14岁查某囝，14岁，就是我。因为拄啊吼，阮有去讨论着，14岁就是你，我咧想讲，打者是14岁，我一定爱来幼。伊迄唔知几岁啦，你哩嘛有2岁，你看差不多。2岁，不过伊真正伊赢啦，14岁呢。然后我家己一个人饲查囝嘛，然后自细汉掠到大啊，因为家己饲，所以生足紧。因为家己饲，所以有经济的压力，然后大家身材维持好，爱趁钱饲家安尼。伟大。哎，真正会家这少年的吼，不管今晚是要结婚的啊，是讲已经做妈妈吼，甲囡仔车用到14岁安尼吼，真正拢爱甲因拍婆啊。因为你拢照有家己的主见，吼啊会保护囡仔，啊嘛会照顾家己，啊能力佫做甲真好，互囡仔无烦无恼安尼，吼。哎，真牛呢恁。加油！嘿，啊，即马吼，咱嘛是共款啦，就是队长嘛吼，就一定要带所有的队员嘛。咱即马拉这边已经2分啊，吼，啊，咱这个男神这边他2分啊，马背啊吼，啊若平手，咱要安怎处理？啊若平手吼，制作单位足好个，一瓶送1万。嘿，大家欢喜，你知影？对。我已经看到，不是3万，就是3万5，已经唔知找咧杀人的手啊！加油哦！来，手放在另个顶面。手当把无紧。好，来，上个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没有？这个图吼，就是专门咧介绍咱泰鲁阁遮较特别的一寡地形啦吼。啊，你看没有？这吼有这个叫做断崖，清水断崖。因为即马泰鲁阁这个国家公吼，一直咧发展，会当互咱遮个观光客吼，会当来到遮吼，对遮个山吼，会当用行的去参观吼，所以实在是足赞的一件代志哦。好，安尼我即马要来出题目吼，就是这个断崖的台语安怎讲呢？来，请问一个，
断崖台语安怎讲？断崖的台语安怎讲？来，请抢答。好来，男士。断崖，断崖，嘿，你自细汉甲大汉敢有听过？我有去过遐，我有在想讲这要安怎讲，清水断崖，啊我边仔人就讲，嘿啦，就安尼，伊嘛唔知。哦有，啊你要听一个唔知的人讲吗？但是我讲出来伊嘛无感觉怪怪的。哎呦，崖，因为崖啊，叫什么？月头是暗，月头，苦海无崖。回头是暗，无崖嘛，对不？我唔知，是照你的讲法啦。安尼就是我的讲法啦，老师。断崖哦，哈。断崖。来，老师是不是断崖？算你对。哎，感谢老师。我第二人就是老师无。分数。今日得到第2分哦，我替伊伤欢喜啊，歹势。是，别，咱听老师来解说啊，哈，来，老师。因为我一直咧注意讲你讲第2字的时阵，敢有我爱改啦吼。啊，我想讲你若有讲出我爱改，我就要互你分数，因为这个音无好发音。对啊。当然这个断吼，其实大部分是讲文言音断啦，所以大部分讲断崖较济啦。吼，啊，当然断崖，咱知影迄白话音嘛是意思嘛是会使，所以我唔只讲算你对吼，就是讲，若是一般大部分用文言音讲断崖，啊，这个崖吼讲会出来是上要紧啦。吼，啊，当然还有另外讲法，较白话口法，就是较白话口语的讲法，就是讲这个山坎，还是坑坎，哦，这种的嘛有人讲。吼，山坎，迄个坎就是讲，真低所在吼，啊有一片安尼吼，啊足低，啊所以伫山坎、坑坎，这是上常听到较口语的讲法安尼。啊其实有的物件是，大家讲法无共，有时啊讲的所在嘛无一定共款，所以有的人是讲，迄个所在，到底是咧讲迄个上下骹遐，还是咧讲迄个规个？因为这有的人是认为讲规个叫做断崖，啊但是嘛有人讲，我是要讲迄个上下骹遐。是山坎、溪坎安尼嘿，所以这是有时啊有共款的物件，到底咱的角度安怎看、安怎去讲，有时啊无一定共款嘿。是，好来，咱请回。谢啦啦。哦，这真正哦，拄则讲过啊，咱咧拢会红奖金，对啊，较想要因拼到啊。好，来先看分数，来看咱男神这边。男神这边得到2分，但是嘛得到1万哦。这个女神团呢？女神这边嘛是2分，所以嘛得到1万，即嘛有15000咯。因第1回合袂我踏起你啦。对啦。哦，愈来愈精彩哦。赞。好，今来去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2对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哎呦，这个回合是咱10个同齐佚佗这个游戏哦，哈，是。所以讲哦，咱要修正进前，拢一定爱有一个迄落计划。计划。嘿，咱有什么计划咧？我就问咱队长。好来，你有计划无？金蕉？当然嘛有啊。你的计划是啥？那是100%知影伊对嘛。是。但是，若是outdoor的话，全部拢会死翘翘。对唔对？爱有人买保险，嘛是爱有人牺牲。哦。就为遐开始。无着为遮开始，拢会使。咱甲风险甲分开就对啊啦。是。啊，若是有一个人变着啊，佫有死的啊。哦，有影。我翘起无要紧哦，我佫会当讲话，会当讨论啊。对。翘。要是有人爱活的，是大面顶悬。来，拉，你讲者你的计划是啥？好，我的计划拢互金蕉学去啊啦。真的吗？你的计划嘛是阮的计划，就是这条啊是阮确定，阮就是全部拢压落去。对。但是这条啊是。阮小可有一点仔猜疑，阮就丢毒嘿，对，分散风险啦，风险甲分开啦，对，安尼才有分数。阿姊，我先甲恁提醒一下，这回合的奖金2万块，嘿，一赢回来，一定要赢哦。第1回合、第2回合、第3回合，佮踏起你踏起哦，哦，加油哦！奖金是偌济我都唔知啊哦，好，咱就加油哦。好，来，小伟，咱请出题。
请问，伫咧台湾的传统风俗，认为查甫人有啥物款的迄个特征？啊，袂使讲特征啊，有啥物款的特色，还是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所在？伊就会使升官赚大钱呢。A. 长奖 B. 头顶上的装 C 大尻川。个官字有两个口嘛，啊，两个口。做官的话，啊头顶有两个口，两个装。头顶两个装好，这脾气做歹，啊，搁做歹剃头。啊，你一个脾气无好的人是要哪做官？脾气歹吼，会当做官，才会当讲管啊，讲管，安尼是。哎呦，你敢知影查甫人有啥物特征会升官赚大钱咧？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好，哎呦，哦，会升官赚大钱哦。啊，那场遐会使讲长奖啦，长奖，嘿，也是长奖，两种讲法拢会使。啊，搁两个装哦。哦，嘛有影，两个装。大尻川哦。对，足侪人拢咧讲吼，两个装。做认真的吼。好，来，时间到啊！5、4、3、2、1，来，好来，7哦。叮，哦，拢起来啊！哦，哇，无讲啊。A B， 哦 A，哦，我即摆来问一下吼，一边底 B 较侪，一边底 A 较你侪。啥那是 B？个官字有两个口嘛，啊，两个口。做官的话，啊头顶有两个口，两个装。对啊，啊顶嘛，顶冠嘛，啊做官唔就要升官嘛，对啊。啊顶冠有两个口，两个口，是，那就做官。所以讲你会感觉说相争的，就是会当啊做官就对啊。是，啊，不过你有分一个 A， 嘿 A 咧。较早阮妈甲我讲过，查甫人爱断掌较好，但是唔好拍。袂当拍某，嘿，拍死人。是，因为会刚听讲会拍死人。嘿，啊查甫有断掌是真好。爷爷，你啥那是是？因为我看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那个都可以啊，下盘都很稳这样子，很可以安尼靠福气。哦，伊讲不做这的时阵看起来，做福气的，下盘较稳啦。对。是，所以讲你算的是大尻川。对。我来问迄落来台湾小姐，你的感觉是？为什么是 A？ 长奖？因为迄个时阵我是想讲 C 大尻川是高生。哦，嘿，啊那 B 咧，头顶两个装，听讲是脾气歹呢。哦，查某啦。哦，所以讲你算的是，无，所以我之前细汉的时阵刚洗头嘛，然后阮头家娘当讲，哦，这头顶两个装好，这脾气做歹，啊，搁做歹剃头，因为你也一个装剃起来头吼较好看，两个装剃起来头就恰恰，对，啊，你一个脾气无好的人是要哪做官？哎呦，我是用删除法啦，脾气歹吼，会当做官，才会当讲管啊，讲管，安尼是啊，做官对。哦，哎，到底是伊讲的有道理，还是伊讲的有道理哦？吼，不要紧，咱来看一下哦。正确的答案是。我就讲危险嘛啦！来，咱先甲 B 的拢甲好啊。起失败。来 C， 来。咱这边哦，来，咱男性这边，剩一条命。啊啦，咱女性团这边，剩4条命。好，是安怎的？是迄落啊，等奖的，咱来问老师哦，哈，来老师。哈，讲到这就足气的哈，是安怎讲这个查某的，就是安怎，查某就安怎，这差遮济吼，哦，这传统观念啦吼，古早拢讲查甫的若是倒手断奖，断奖啊是断奖拢会使，因为这白话英文的伊的讲法吼，就是讲若倒手断奖呢，就是安怎会做将军啦、将兵符啦，哦，啊，即摆若是讲正手断奖呢吼，就是安怎会好去啊，将财库安尼啦，哦，啊，若讲两手拢断奖呢吼。大好大歹，唔是做大官吼，足像样，啊无就是讲做大贪股哦，安尼，这是古早这种讲法啦。啊，若讲是查某的话，系啊，查某不管倒一手拢歹就对啊。哦，这个克翁啦、克囝啦，啥物货哦，讲到安尼哦，哎呀，古早是安尼想着啦，即摆应该大家无这个观念啊啦。是，我会记李老师，
长将的拍人拢足疼的哦，迄力拢无咧扎的，你知道吗？啊，就是拄则咧讲白话音的讲法吼，就是拄则上有讲到啦，断掌吼，安尼两字拢白话音啦，嘿，啊你啊断掌吼，安尼就两字拢文言音啦，嘿，啊拢有人讲啦，是，嘿是。好，谢谢老师。哦，袂安怎？咱这边一条，这边四条。加油哦！拜托拜托。我即马都爱讲，酷诶，你一定爱加油，甲坚持落去。爱紧咧。我有断掌。哦，有哦。对啊。有机会赚大钱，有机会赚大钱。较早讲啊，你有做过啊？不要紧，赚大钱，阮等你哦。嘿嘿，加油加油。好来，拢甲饲哦。请饲后一题。嘿，拢饲后一题。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的电影导演真厉害，啊，倒一部电影毋是咱出身台湾的国际大导演李安的作品呢 ？A. 断背山 ，B. 绿巨人浩克 ，C. 刺客聂隐娘。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哦，这人爱看电影应该拢知啊。多一个唔是，多一个唔是咧。唔是哦。嘿，嘿，题目看清楚。哎呦，但是这个大导演真正有够厉害啊。是啊。好来哦。时间到啊。4、3、2、1，来，起蛋。哦，好。哎呦。这个看起来，你敢若应该来这边啊！你冇看啊？是，你是安那感觉是是？刺客，我的同学是就爱看电影的，嘿，所以我相信伊。哦，是，对，这真清楚啊哈。来，好来，安那咱这边来，我就是就关注演艺圈的代志。哦，因为我做公关爱点点去。啊 ，C 外嘅是就是侯孝贤导演。哦，什么两张？哦哟，啊，伊的浩克应该是近前的迄浩克，不是大家今嘛知影这个浩克。哦，是近前迄个浩克。近前头一部。是，对。好，安尼是不是C咧？咱来看一下哈。正确的答案是。C， 恭喜！袂歹，好，赶快一条命，赶快4条命，是无唔对吼。好，继续搁拼咧吼，咱来听老师来解说。啊，这其实答案足明显啊吼，就是知唔知的问题啦。不过这内底吼讲几个人名的问题，互大家参考吼。就是第一字迄个聂是了伊压列。啊，这拢文言音哦吼，啊，然后这个引呢文言音是稳，啊，然后这个娘，当然咱知影什么阿娘啦、姑娘啦，这拢白话音，啊，伊的文言音其实是良，有加优良的良共音安尼啦，啊，所以你若是要用台语汉字文言音来念，安尼就是列温良安尼啦，列温良，气客。气客列温良哈，啊，若准讲浩克，因为伊是对英语的名翻的嘛，啊，这种外国的名，其实咱直接用英语讲嘛是一种方式，吼，你讲哈克这款的，伊的伊的原本的名，吼，因为咱尊重本来伊号名的这种的道理啦，嘿，对，所以啊，过来，迄个侯孝贤导演的名，咱嘛会当来了解一下吼，姓侯嘛吼，有侯的侯，这嘛文言音，吼，啊，姓贤的贤，吼，啊，所以是侯孝贤。好好贤，嘿，这是好好贤导演安尼，好，以上好好贤真好听，真高级，好好贤导演是，好，谢谢老师。哎，咱个学到足侪名，以外吼，是，哎，音拢无好念，好来，4条哦，开始刺激哦，关系2万块哦，来哟，上个咱请出题，来哦，注意哦，今朝的题目来咯，请问俗语伫咧讲。金鸟兔囝为囝死，会使形容什么款的情形呢 ？A. 修成足歹 B. 就是爸母为了囝儿奉献牺牲 C. 好爷未超过3代。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哎呦，这个太难了。金鸟兔囝为囝死，金鸟兔囝，金鸟兔囝，哦，这有影哦，困难咯。还是我念唔对，是兔囝，一直甲兔。我唔知啊，所以我讲这唔捌听过，较困难。是，差不多时间啦，哦，来，4、3、2、1，请起蛋，紧起哦，哎，请起嘞，来哦，开爱起啊哦，哦，
啊，因这边通啊红。这就是人济好处。你保我要问险啦，一下咱那个啊，对，是安那是好袂过三台。因为阮是感觉讲就字面上的意思，感觉是 B， 但是阮无法度啊，我们反向思考，所以阮选 C。这边的拉拉你是安那 B A B C。系啊，伊的意思是跟少兔囝为惊死啊，听起来意思就是这爸母拢为囡仔奉献嘛，对啊，为伊死啊，所以我感觉就是直接是 B 啦，我感觉节目单位无遮尔影响啦。所以你是 B 按观众。哦，我唔知影哦，来看一下哦，咱正确的答案是。B。小姐咯，哎呀，好来，咱甲促销，请示失败，请示失败，B 留着，哇，即嘛是这边2条命，这边拢无半条命吼，不要紧，不过咱来先听老师讲，是安那会用陷害这地理吼，来，老师，这个吐囝意思是讲你会当甲想做讲是生囝意思，吐出囝，吐出金蕉，这个果子吼，的这个这个结果叫做吐囝会当讲是不应的意思安尼吼所以意思就是讲今朝到一个时间要修成进前6个月至8个月伊要修成伊为着要互这个果子会当结果真好，所以伊咧长伊就会有一寡这个变化变做就是咱拄仔讲的讲，爸母为着囝为着要生出这个囝，还是讲为着要互囝会当这个健康，就是家己迄个长本身就会这个歹去，但是迄个果子是单生出来安尼的一个譬如啦所以用安尼来譬如讲爸母对囡仔的迄款的奉献牺牲安尼。做田人嘛是足有意思，无唔对，来，咱先来看分数。好来，咱男性这边无半条命，可惜啦。那咱女性团的，即嘛阁有2条命哦，2条命，奖金得到2万块咯。点个有踏起哩无？踏起哩了是35000块。好，即嘛咱今日来去摕奖金，游台湾。摕奖金游台湾，拢总有5组题目，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只要30秒以内，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嘿，摕奖金游台湾，咱奖金偌济？咱即嘛奖金35000块。35000卡音呢？一秒就是1000嘛，所以35秒。35秒。是。35秒，今日咱要游倒位？咱即马要游的是咱全台湾出名的大桥。唔过你35敢有够？35秒是毋是无啥够？无够啊！我搁加你30秒，好不好？35秒哦。变65秒哦。是，即讲咱今日讲完就今日走。好，来，即马请甲我排一排。请排队。感谢第一位是拉拉，第二位排落去哦。好，来，我要出题哦。是。上个咱请出题。正确的后一个，咱平湖这什么桥？看海大桥。正确是正确，过来，咱淡水渔人码头是什么大桥？金人码头，金人码头。桥啦。金人码头，桥啦。上刺激的奖金赛，因会当提走偌济咧？上个咱请出题，来，请问婚姻这什么桥？后尾大桥，不是，后尾大桥。正确的后一个，平湖这什么桥？看海大桥。正确是正确，过来，咱淡水渔人码头是什么大桥？金人码头，金人码头。桥啦。金人码头，桥啦。金人桥。正确，记得。好来，高雄这是什么桥？遐张桥。正确，过来。咱高雄港这嘛较有名的，高雄人。什么桥？我真正唔知。头一里。大什么桥？大港桥。大港桥。正确。
好你家在大讲出来。好，来，超难。迄个头前两个拢袂歹啦，西嘞大桥、跨海大桥吼。啊，这个跨这字嘛有人讲用下的啦吼，所以但是那照字它是跨海大桥无唔对。吼，啊，过来这个是情人，唔是情人哦。情人，情人是安尼嘛？是情人桥，哦，这个情人桥安尼啦吼。啊，过来第四个这吼是叫做车中桥，就是吃鸭车。倒用中车中桥，啊，当然嘛有人讲车中桥嘛有啦，因为这有两个音，车甲社拢有啦，对，嘿，啊大港桥这可能较新哦，所以也未 update 快，对，啊，拢足水的桥，叮当哦，嘿，叮当，嘿，对，嘿，也未去高雄看过，当吼来去游览者，好来，咱即马要搁较水的是看咱的奖金偌济。哎呦，紧张哦，甲恁报告一下，咱即马搁剩33秒。是哩。哦，好，来恭喜，即马进来去颁奖。先颁奖，先颁奖。恭喜哦，3班3奖啊！好，今日真感谢咱的顾问老师，是感谢咱的陈鸿辉陈老师，感恩。欢喜讲台语，全家有智慧哦。